家常菜，有家嘅味道。標榜冇味精、冇雞粉、原味，可辣可不辣，營業時間唔清楚，我哋成日都幫襯，以健康為主。食到咁咧，有時對得個老闆住。元朗唯一嘅特色，元朗係揾唔到嘅。有興趣嘅朋友可以過嚟呢一間如意正餐體驗下。希望各位都食得健康，呢間係冇得輸嘅良心企業，經濟實惠。講嘅咁多，有興趣嘅朋友嚟試下啦。